力，但見阿妹相比好力，令到校長唔提頭旗。嘿，三餅建議最威水，唔係淨係得把嘴，作風度守規矩，輸咗唔會大風水，運動員啦啦隊，三餅見到 O 晒嘴，熱車夢輪加三餅，氣勢強到冇得頂。喂，三餅好在有我哋，長跑一定唔斷氣，花籃絕對唔媽地，全球擊定能舉起，鐵餅掟到四圍飛，三餅心連心，氣力同堂創意新，發揮潛能攞冠軍，今次必定 number one。今年三餅唔攞冠軍，我問你踢爆唔到啊！